今天学发式慵懒复古小卷造型，头发分片做卷烫，选择15号卷发棒，缠绕头发做卷烫。卷烫的时候不要碰到发根，间隔距离发根5到7厘米。做披发造型的话，侧面的第一片头发需要挨着根部卷烫，快速烫完。这边也是一样的手法，梳子打开内层头发，用手抓开外层头发，头发蓬松纹理感更强。预制发片一片，增加头发长度，使整体造型更有氛围感。脑后扎一个辫子，手抹精油细致的调整整体造型的外轮廓。脑后头发拉饱满的同时，抽出小纹理，马尾处头发处理蓬松。发饰一个，戴上耳环。